而这个奥运体操鞍马的项目，替台湾摕下了一块银牌的选手李智凯，8月初3回国了后，就带入去防疫旅馆做14天的隔离。昨暝8点，李智凯伫社群媒体来开直播，甲伊的迷众支持者来互动，嘛来分享到伊的奥运的银牌。李智凯形容这块奖牌阁不止啊重。可以看银牌吗？银牌吗？我找一下哦，我放哪里去了？节目跟咱迎来奥运的银牌，咱国体操高手李智凯特别将这个奖牌放伫镜头前，讲这真正有够重。那时候有人问我说会不会带着它睡觉，我可以回答各位，不可能，太重了，脖子会受伤啊，隔天起来我可能会落枕啊。住伫防疫旅馆的过长工，鞍马王子李智凯看起来精神真好，心情袂歹。更加意外是暗时8点开直播，有几万人做伙伫看。我常常都会开玩笑啊，遇到瓶颈那算什么？还有瓶身跟瓶盖呢，对不对？你过了一个关卡，其实还有下一个关卡在等着你。就是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，相信自己。为训练的艰苦到奥运的经验，李智凯甲这迷众讲差不多1点钟，无所不谈。不过就算伫防疫旅馆，同款有训练课程，因为完成奥运，煞来要有亚运等等比赛，挑战是一个接一个，拢袂使放松。我一直记得心里的一句话，就是爸爸跟我讲过的一句话，就是努力过、尝试过，有50%的机会，就不努力就等于0，不尝试就等于0。